入住泰康之家費用好高，揭秘泰康之家嘅兩種入住方式，邊種適合你？入住你哋泰康之家咁高質素嘅養老社區，係咪好高門檻？其實呢，入住泰康之家有兩種方式，一種係透過保險行權，另一種就係直接交押金入住。兩種方式可以靈活選擇。透過保險行權入住呢，主要係針對好似我咁要為自己未來養老做規劃嘅人群。參加泰康幸福有約計劃，買養老保險產品，唔單止可以為自己未來養老做好財務儲備，到需要入住養老社區時，仲可以保證有入住權益，連我自己父母都可以享有優先入住權。如果你想選擇直接交押金入住呢，好簡單，只需要3步：聯繫社區、交押金、完成入住評估就得啦。講到押金，全國各地社區收費會有啲唔同，但最高都唔會超過10萬蚊。以旗艦社區燕園為例，其實只需要4萬蚊押金就可以入住，係咪比你想象中低好多呢？而且喺入住前同未住滿3個月，如果你需要退住，押金我哋都會退返俾你。至於大家最關心嘅月費，影響費用高低最核心因素就係你選擇嘅房型同所需護理服務，即係話你揀嘅房子越大，或者需要嘅護理等級越高，價格就會相對更高啲。另外，全國社區收費標準都會有差異，例如全國人民都好中意嘅生活目的地成都，我哋成都屬園月費標準就係6000幾到1-2萬蚊不等。月費包咗啲咩呢？除咗大家最容易諗到嘅房費之外，其實仲包咗好多基礎服務，例如房間定期清潔、設備設施維修保養，同埋社區內健身房、游泳池、各種琴棋書畫空間等等，全部免費開放。護理客戶嘅月費裏面仲會包埋護理費同餐費。這種入住方式特別適合而家即刻馬上或者近期有入住需求嘅家庭。如果你仲猶豫緊，都可以透過我哋泰康之家推出嘅全國旅居產品同私住產品，先嚟沉浸式感受下我哋豐富多彩嘅享老生活。